歡迎嚟到 Sixers Station，我係台長。由96年呢，76人 draft 咗 Allen Iverson 開始支持 Sixers。上次我哋講咗 Sixers 喺 Trust the Process 時代嘅第3件七不思議事件 Burnergate。當時 Sixers 高層用匿名 Twitter account 鬧球員同泄露球員機密，最終搞到要辭職收場。嗰單絕對係 Sixers 亂七八糟嘅寫照。今次我哋會繼續循住為大家帶嚟花生嘅方向，帶嚟 Sixers 第4件七不思議事件。元宇宙雞棚 Color Star 事件，你試想像一下，一隊 NBA 球隊竟然宣布同一間元宇宙科技公司合作，為要為球迷帶來最創新嘅體驗。但實際上呢間公司根本唔係一間科技公司，而係一間水泥廠。更荒謬嘅係，呢間公司嘅 CEO 竟然係一個虛構人物，相係假嘅，連個名都係假嘅。間公司嘅網頁都係亂七八糟，連 layman 都唔會中計。但講都唔信。Sixers 竟然宣布同呢個雞棚合作，仲出晒 PR。台長當年跟呢單料都跟得好足，真係日日都笑到夾夾聲嘅。未開始之前，記住 like 同 subscribe， 唔好錯過我哋下一單76人嘅七不思議事件。好，要講 Color Star 事件，要從呢張相講起。2021年12月 ，Sixers 正式宣布同一間叫 Color Star Technology 嘅公司合作。喺 NBA.com 發布嘅官方新聞稿入面。佢哋形容 Color Star 係一間環球娛樂科技公司，會為球迷帶來元宇宙嘅體驗。當時 Sixers 仲貼咗張 PR 相 ，Sixers 嘅總裁 Chris Hack 同埋 Color Star 嘅代表 Jerome Hibbs 握手。但問題嚟啦 ，Jerome Hibbs 係邊個呢？佢完全冇科技公司背景，冇 LinkedIn 履歷。事後連 Color Star 自己嘅傳訊總監都話唔識佢，直情認錯咗佢係另一個人。總括嚟講，就係一個唔知喺邊度出嚟嘅代表，同一間冇人聽過嘅公司。咁點解 Sixers 會中伏呢？相信係因為嗰陣時 Meta、Crypto、NFT、Web 3.0大行其道，個個都想參與。Sixers 為咗顯得自己夠創新，完全冇做背景調查就簽咗呢單爛 deal。如果 Sixers 稍為 Google 下間公司，就唔會發現唔到一地都係嘅 Red Flag 啦。喺下一節，我哋一齊睇下啲 Red Flag 有幾 Red。聽完包你同我一樣笑到趴喺度。首先，乜都唔使查住，淨係睇下佢個 logo 先。一陣 7 尾都算啦，但係個 logo 寫明自己 Nasdaq 上市，靠上市身份嚟包裝自己。試問有啲咩科技公司嘅 logo 會咁嘅樣嘅呢？話明俾你知，睇下我哋係 legit 㗎。呢個時候就用傳統智慧，此地無銀300兩啦。Color Star 聲稱自己係娛樂科技公司，係一間有強大娛樂基礎嘅上市公司，專注喺元宇宙、音樂會同埋 live events。喺娛樂事業有20幾年經驗，但實際上喺2020年之前，佢哋根本唔係搞科技嘅，而係中國一間水泥製造公司 China Advanced Construction Materials。係啊，水泥起樓嗰啲同科技一啲關係都冇。佢哋唔係借殼上市，係真係幾年前先開始轉型過嚟做娛樂科技嘅。佢哋呢個故事有機會可以再講下。如果你 click 入佢哋嘅網站，保證你會忍唔住笑。又串錯字，又 mock up，又將同一樣嘢 copy and paste 鋪滿成個 page。呢間係咩公司都好明顯啦，係嘛？然後嚟到呢個最經典嘅角色 ，Color Star 嘅 CEO Sir Lucas Capitian， 好有型嘅名，有 Sir 嘅 title， 聽落又好似法國貴族，可能仲係法國卡佩王朝嘅末裔添，仲話係哈佛大學嘅 EMBA 添。但一查之下，發現呢條友根本係虛構出嚟嘅。佢嘅 LinkedIn 上係一個遊戲嘅 avatar， 哈哈哈！哈佛大學亦冇 EMBA 課程。仲有啊，根據 Nasdaq 嘅 release，Color Star 啱啱換咗 CEO Lucas Capitian 先返咗7日工啫。直到拍片呢一刻 ，Color Star 6年換咗9個 CEO， 連唯一聯絡到嘅 Color Star 嘅傳訊總監 Douglas Manley， 其實都只係另一間 Investor Relations 傳訊公司嘅員工。咁樣根本唔係一間正常營運嘅公司。最後就係佢哋所講嘅元宇宙 App。話係顛覆娛樂行業嘅新技術，有人 download 落嚟試，得5個角色俾你揀，佢哋覺得連 PS1 嘅水平都冇，咁都夠膽叫 Metaverse， 根本就係一個劣質嘅 sandbox。總之 ，Color Star 唔係做科技，係人都睇得出，偏偏就係 Sixers 睇唔出。當 Sixers 宣布同 Color Star 合作之後，唔少球迷都加入調查 Color Star， 好似揾到件新玩具咁樣。佢哋追問到 Color Star 都要 update LinkedIn 嘅 profile， 幫 Sir Lucas 揾翻個真人樣。結果 Sir Lucas 嘅真身好快就俾人肉搜查出嚟啦。佢真名原來叫 Ethan Wang， 不過佢呢個 CEO 都只係做咗半年。原來 NBA 名宿 Shaquille O'Neal 同西班牙國足名宿
David Villa 同卡斯納斯仲早中招，可能一開始仲係借住佢哋嘅名氣先搭得成個雞棚。每次有名人名隊落搭就出 press release， 直到今日 O'Neill 同 David Villa 嘅樣依然被 Color Star 用緊。David Villa 仲有份幫 Color Star 揾生意，話 Color Star 啲人好，乜都幫佢俾晒錢，拉埋西甲嘅維拉利爾落水，有如父骨之追。即使維拉利爾都快同 Color Star 斷絕來往，佢哋依然打住佢哋嘅牌頭。講開又講 ，Sixers 嘅 deal 都係由中間人 Red Phoenix 傾翻嚟嘅。當時同 Chris Heck 握手同影相嘅就係 Red Phoenix 嘅人。Anyway， 事情發酵咗幾個禮拜 ，Sixers 卒之靜雞同 Color Star 斷絕咗合作。金錢損失就冇乜，但咩面都冇晒啦。講到呢度 ，Color Star 同 Sixers 之間嘅故事就叫做告一段落。但係 Color Star 呢間公司實在太 juicy 啦，接落嚟我哋會講少少佢嘅操作，內容全部都係由費城嘅球迷同記者發掘出嚟。直到依家，佢哋仲有 follow Color Star 嘅情況。我哋不如睇下 Color Star 喺2023年嘅年報。呢年佢哋終於食咗誠實豆沙包，喺報告裏面爆自己大鑊。佢哋喺年報度直接講，之前負責財務報表嘅人呢係無能嘅。言下之意，你明啦。呢年因為某啲原因，先睇到啲奇妙嘢。Color Star 喺2023年嘅 revenue 係零啊，唔係10元8塊，係零啊。即係話呢間國際娛樂科技公司喺成個2023年財政年度1蚊收入都冇。仲有佢喺2023年蝕咗3800萬美金，累積負債達到1.85億美金。咁如果 Color Star 唔係靠做生意，咁佢哋係點樣營運嘅呢？答案可能係股票市場操作。睇 Color Star 喺 Nasdaq 嘅 release， 你就會發現一個 pattern， 周不時就見到佢哋賣股票嚟籌集資金，又周不時發佈一堆荒謬到爆炸嘅計劃，例如喺元宇宙入面搞臍帶血同幹細胞褲，製造自家品牌嘅 smartphone， 要幾騎呢有幾騎呢。除此之外，仲有好多可疑嘅 partnership 同埋 transaction， 試過俾3.1秒美金買4個劇本同1套電影。又話自己收購咗一間叫 Nine Star Parties 嘅公司，但記者發現呢間公司嘅網頁係疑似偽造嘅，啲高層相係 stock photo， 有個高層叫 Britney Spears， 又有個叫 Max Payne， 又試過話同一間叫 Rich America 嘅美國唱片公司合作，但呢間公司根本唔存在，辦公室地址都係假嘅。類似嘅奇怪交易真係唔止呢啲啊。Color Star 仲中意虛構啲人物出嚟包裝自己，就係1個月前。Color Star 聲稱委任咗阿聯酋總統嘅侄仔做董事，又係一個 His Highness。相信嚟自香港嘅聽眾對杜拜王子都唔會陌生。然後我 Google 一下，就發現都係似是而非，個名總係差少少。總之，佢哋嘅生存之道就係利用 Nasdaq 嘅上市規則漏洞。每次就快要被 Nasdaq 除牌嘅時候，佢就透過各種操作避開被除名嘅風險。最後，我哋嚟睇下 Color Star 嘅股價。佢由2021年曾經市值超過90秒，跌到今日市值唔夠1秒啦。可能呢個雞棚都開始玩到爛爛地。好 ，Color Star 事件呢就講到呢度。你哋覺得佢仲可以玩幾耐？歡迎喺 comment 度講下你對呢件事嘅睇法。如果你中意呢次深入嘅分析，歡迎 like 同 subscribe。仲有好多 Sixers 七不思議事件等緊你。呢度係 Sixers Station，下次再見，拜拜。